公元938年嗰個初冬，北方嘅風吹得比往年都要緊。有座城外嘅一個老農，好似平時咁喺夕陽嘅烤咗烤紅煙台，望住唔遠處連綿起伏嘅燕山山脈。嗰座山係佢哋祖祖輩輩嘅靠山。有座山，山上有紅關，關入面有着手嘅軍務。哪怕塞外嘅胡風再烈，草原嘅鐵騎在控，呢班中原嘅莊稼漢夜晚瞓覺都係踏實嘅，因為佢哋知屋企有一扇厚重嘅大門，道門閂埋，賊就入唔到嚟。可係邊個會估到嘅？就喺嗰個尋常嘅黃昏，一陣急速嘅馬蹄聲捲住城池，將呢扇大門連同門檻入面嘅一齊連根拔起。聽住上面嘅字，平民百姓聽唔明嗰啲兜兜轉轉嘅文詞，淨係聽明一件事：由今日起，有州同埋周邊嘅15個州唔再姓中原啦。腳下呢片黃土被當朝嗰位節度使石敬瑭當做拜乾爺嘅見面禮，隨手抌咗俾北方嘅契丹人。一道聖旨不過係幾行輕飄飄嘅墨跡落喺一個普通老百姓嘅頭上，就喺一座山冧咗落嚟。老農諗唔明，嗰位高高在上嘅石將軍為咗可以坐上一張龍椅，為咗可以喺呢個亂世入面稱王稱霸，竟然可以厚住面皮去俾自己細足足10歲嘅契丹首領耶律德光做仔，由皇帝呢3個字讀出嚟，連鄉哈佬都覺得面紅丟架。學嗰班讀過聖賢書嘅皇后張襄，佢做得理直氣壯。更令人絕望嘅係呢場交烈嘅代價，嗰啲唔係金銀財寶，唔係另外籌端，而係燕雲16州，16個州橫跨今日嘅北京、天津，一直延伸到河北、山西嘅北部。如果你攤開地圖，就會見到呢個係老天爺賜俾中原大地嘅一道天然屏障。燕山同太行山就好似兩支粗壯嘅臂膀，將富庶嘅中原大地死死護喺懷入面。喺嗰個淨係得大刀長矛嘅冷兵器時代，草原上嘅游牧民族就彪悍，戰馬都生唔出嚟，飛唔過呢道天險。但係而家石敬瑭親手將呢扇防盜門嘅鎖匙遞咗去契丹人嘅手入面，唔單止係鎖匙，佢連大門連埋院牆全部都拱手讓人。嗰晚夜唔知有幾多邊地嘅百姓坐喺冰冷嘅炕頭上面成晚瞓唔着，佢哋摸住自己嘅土牆，望住熟睡緊嘅仔女，心入面寒一寒。冇咗燕雲16州，由幽州向南嗰度就係一馬平川嘅大平原，無險可守。契丹人嘅戰馬只要朝早由幽州出發，唔出幾日就可以毫無阻攔咁衝到黃河邊。中原嘅大門就這樣敞開咗。命運有時候真係殘忍得毫不講理。嗰啲手握重兵嘅大人物喺朝堂上面打住權力嘅算盤，為咗一己私欲，可以輕易咁撕裂山河。地底層嘅螻蟻連嗰一個人嘅資格都冇。尋日仲係中原嘅子民，一夜醒嚟就成咗契丹鐵蹄下嘅異鄉人。以後佢哋嘅細路要被逼縮喺契丹人嘅髮色，穿上異族嘅衣裳，甚至可能係將來嘅某一日要被逼拎起刀槍，跟住異族嘅首領去攻打自己曾經嘅故國。呢種被拋棄嘅絕望，呢種連根拔起嘅痛楚，後世嘅史書上往往只係用一句割讓燕雲16州就輕描淡寫咁帶過咗。可邊個又能聽到嗰一年冷冽嘅北風入面，夾雜咗幾多普通人加妻離子散嘅哀嚎？石敬瑭用呢片土地揾嚟咗佢嘅皇位，揾嚟咗後進嘅建立。佢喺金碧輝煌嘅宮殿入面，聽住萬歲萬歲嘅呼喊，卻扮聽唔到北方邊境上嗰啲連綿不絕嘅嘆息。佢大概亦永遠唔會去諗，佢親手捅穿嘅呢個大窟窿，將會令呢片土地上嘅老百姓喺接下來嘅400幾年入面，日日夜夜都活喺隨時可能降臨嘅鐵蹄夢魘之中。嗰個可是足足400年啦，幾多代人生於戰火，死於亂世，一世人都等唔到道門重新閂上嘅嗰一日嘅更深啦。嗰場1000幾年前嘅雪，仿佛一直飄到今日，落喺每一個讀懂呢段歷史嘅人嘅心頭，冰涼刺骨。一旦被人強行拆走，屋入面嘅人想再瞓個安穩覺，就成咗天方夜譚。由嗰度聖旨降下，燕雲16州易主嘅嗰一日起，中原大地上嘅君王將相們發夢都想將呢扇丟咗嘅大門重新裝返上去。但係天下間邊有咁容易嘅事？拆道門只需石敬瑭合幾個響頭，可要將道門裝返上，
卻要攞晒千上萬條人命去填。有啲人去填咗可惜命數唔好，連老天爺都唔願意拉一把。例如嗰位被後人嘆息咗無數次嘅後周世宗。齊榮，佢係真係好想將葉問攞返嚟啊！嗰一年佢帶住大軍北伐，意氣風發，一路勢如破竹，短短42日就收復咗2個州。兵鋒直指幽州城下嗰陣時，守城嘅契丹人嚇到破晒膽，中原嘅將士們殺紅咗眼，彷彿只要再向前跨一小步，呢度漏咗400年風嘅家門就可以重新合上。可就係呢個骨折眼上，齊榮病倒咗，呢一病就再都企唔返起身。39歲啊，仍係一個男人做一番大事業嘅黃金年紀，老天爺卻硬生生咁收走咗佢嘅魂。大軍咪有冇耐咁掉頭南返，幽州城頭嘅風，幾乎都喺度冷笑住中原人嘅時運不濟。呢個大概就係我哋老一輩人嘥日嘆息嘅命理，有時終須有，命理無時莫強求。即係呢份強求嘅落空，沉重到令人唞唔到氣。齊榮做唔成嘅事，後來嘅大宋朝接過咗接力棒。講到宋朝，我哋腦海入面浮現嘅總係一幅幅琴棋書畫，煙雨江南嘅柔美畫卷。可你若係仔細去聽個繁華嘅笙歌背後，掩蓋住機心嘅一道泣血嘅傷疤。宋太宗趙光義急住想證明自己坐上皇位嘅名正言順，迫不及待咁發動咗北伐。佢帶住大宋朝最精銳嘅幾10萬男人衝向咗高梁河。佢以為憑住人多勢眾，憑住一腔熱血就可以將契丹嘅鐵騎趕返去草原。冒着義憤天險嘅阻擋，中原嘅步兵行喺華北大平原上，對住契丹人來如風嘅騎兵，就好似係毫無遮擋嘅肉身，直直咁迎上咗冰冷嘅刀鋒。嗰一仗打得真係慘啊！史書上對皇上嘅狼狽，總係寫得隱晦。佢哋唔會大張旗鼓咁話俾你知，高高在上嘅大宋天子喺亂軍入面咯，有中咗箭，連威風凛凛嘅龍馬都顧唔上騎啦。最後係風不擇路咁揾咗架路，百姓拉貨嘅驢車一路狂奔到回南方。皇帝坐住驢車走咗，條命保住咗。可嗰啲跟住佢去搏命嘅普通士兵呢？高梁河畔嘅野草，第2年大得格外茂盛，因為嗰地下追跌住數唔清嘅中原好人郎。佢哋係邊個嘅仔？又係邊個嘅老公？喺繁華熱鬧嘅汴梁城入面，唔知有幾多白髮蒼蒼嘅老母親，幾多攬住食奶蘇黑嘅後生新抱，每日傍晚企喺街口嘅寒風入面，眼巴巴咁望住北方。佢哋等一等，等到日落西山，等乾咗眼淚，等白咗頭髮，又再都等唔回嗰個熟悉嘅身影。幾年之後嘅雍熙北伐，悲劇有一次重演。嗰一次，填威震天下嘅名將楊業都被逼入咗絕境。一位被老伯升喺戲台上傳唱咗1000年嘅楊老令公，最終兵敗被俘。為咗保存中原人嘅骨氣，佢喺異國他鄉嘅冰天雪地入面生生絕食而死。將領喋血，士兵枯骨，幾10萬條鮮活嘅人命就好似向一個填滿嘅冰窟窿入面抌石頭，連個聲都冇聽到，又被北方嘅風雪吞噬得乾乾淨淨。呢兩場慘敗唔單自打光咗大宋朝嘅精銳，更係將呢個王朝嘅脊梁骨硬生生咁打斷咗。由嗰陣起，宋朝嘅皇帝再都唔敢輕易提出復言。搵呢4個字啦，呢個係一種深深嘅透入骨髓嘅窒息同絕望。既然打唔贏，咁就認命啦。皇帝開始經武將手入面有兵，經將軍們擁兵自重，於是仲問興武成咗祖宗之法，打唔贏北方嘅狼，咁就花錢買平安。一車車嘅金銀券吧，當做稅幣送到咗契丹人嘅營帳入面，淨係求人家可以高抬貴手，殺少幾個中原嘅百姓。倒咗喺度防盜門，沙哥大宋朝就好似係一個嚴重缺鈣嘅巨人。佢身上着住最華貴嘅綾羅綢緞，口袋入面裝滿咗使唔晒嘅金銀財寶。可佢嘅骨頭係軟嘅，膝頭哥係彎嘅。每當北風吹起嘅時候，佢喺金碧輝煌嘅宮殿入面，依然會驚恐咁發冷震。時代洪流滾滾向前，大人媽們嘅野心同面子，最終都化作咗寫書上嘅幾行蠅頭細字。而嗰啲喺洪流中被無情碾壓嘅螻蟻，嗰啲戰死沙場嘅無名小卒，嗰啲喺深夜入面偷偷抹眼淚嘅孤人寡婦，又只能將委屈同怨恨吞落肚，化作一聲長長嘅冇人聽到嘅嘆息。聽聞呢樣嘢，
有時候真係好似一張無形嘅大網，你越係拼命掙扎，嗰條落入肉入面嘅蛇就收得越緊。人啊，越係得唔到嘅嘢，越容易將誠心入面嘅毒瘤，一旦犯咗痴病，就總係想住去行捷徑。大宋朝用金銀絹帛換嚟咗100幾年嘅久安，可以聞16州呢6個字，就好似係一根扎喺中原人肉入面嘅刺，掹唔出，吞唔落。到咗北宋末年，呢根刺生生逼瘋咗嗰位擅長畫花鳥、寫瘦金體嘅道君皇帝宋徽宗咩？呢位皇帝喺深宮入面打住琴弦，聽到咗一個遠方嘅消息，東北白沙黑水入面嘅女真人崛起咗，變咗個大金國，正將不可一世嘅遼國打到雞飛狗走。喺我哋普通百姓睇嚟，隔籬鄰舍屋企日咗猛獸，最好嘅辦法係趕緊將自家嘅門窗釘死。可宋徽宗卻喺呢個亂局入面睇到咗一條絕妙嘅捷徑，佢暗地裏派人漂洋過海，佢同女真人簽咗一份要命嘅海上之盟。我哋兩家聯手，一齊將遼國滅咗事成之後，你哋拎走遼國嘅金銀財寶，只要將燕雲16州還返俾我就得。你聽下呢個算盤打得幾精啊！借別人把刀殺自己嘅仇人，唔使流自己百姓嘅血，仲可以將祖宗吊咗死百年嘅大門重新裝翻上去。但係命運歸陣嘅捷徑，往往通向嘅係萬劫不復嘅深淵。宋朝嗰個積弱咗100幾年嘅虛門面，喺呢場仗入面徹底露咗底。大軍去打燕京，竟然被遼國嘅殘兵敗將打到落花流水，最後仲係人家女真人順手南下，輕輕鬆鬆就將燕京佔咗。呢個時候嘅女真人望住眼前呢個着金戴銀卻連刀都舉唔穩嘅大宋盟友，心入面大概淨係剩低冷笑。既然你咁弱，我憑咩要將燕雲還俾你？我唔單止唔還，我仲要連你呢嚿肥肉一齊吞埋。機關說盡太聰明，反唔了輕輕性命。宋徽宗發夢都冇諗到，自己為咗裝大門而引嚟嘅唔係當亡嘅泥水佬，而係食人不吐骨嘅餓狼。公元1127年，嗰場叫做靖康之難嘅風雪，徹底掩蓋咗汴梁城嘅繁華。死書上記低嘅都係徽欽二帝被俘嘅屈辱，係皇室宗親淪為奴隸嘅淒慘。可你若係將歷史嘅鏡頭向下移，向嗰啲被大時代捲裹住嘅大眾身後掃一掃，你會睇到一幅點樣令人窒息嘅人間煉獄。嗰係一條漫長而冰冷嘅北上之路。幾萬名無辜嘅百姓，精工巧匠，仲有嗰啲喺深宮入面嬌滴滴嘅宮女，被女真人好似串生口咁，用粗麻繩死綁成一串。寒冬6月，北方好似大刺嘅皮鞭浸掛喺面上，嗰啲習慣咗江南煙雨、汴京繁華嘅南方女子衣不蔽體，赤住腳行喺冰天雪地入面，行得慢咗，迎面就係一餐皮鞭，凍得跌倒喺路邊，就被人隨意踢落雪坑，成咗荒野入面嘅枯骨。一個年輕嘅宮女喺到下嗰一刻，大概會拼盡最後一點力氣轉過頭向南邊望一眼，嗰度有佢再都翻唔去嘅家鄉，有佢嗰個仲未嚟得及告別嘅爹阿娘。佢可能到死都諗唔明，自己只係個本分分土生活嘅弱女子，連京城嘅城牆都未出過，點解要替皇帝嗰個自作聰明嘅算計去償還咁淒慘嘅血債？呢個世上呢，因果輪迴，有時候就係咁荒誕又咁諷刺。宋徽宗想執個現成嘅便宜，結果唔單止冇要回燕雲，反而將晒個中原北方，連同自己祖宗嘅江山同埋無數百姓嘅性命，全部都踏咗入去。呢個悲劇嘅蝴蝶效應，一旦煽動咗翅膀，就早都停唔落嚟啊！最真人遷咗北方，覺得中原嘅錦繡江山真係舒坦，於是佢哋開始轉過頭，變本加厲咁去欺壓更北邊草原上嘅蒙古部落。佢哋唔知，正係呢種毫無底線嘅壓榨，將原本一盤散沙嘅蒙古人劈成咗一塊生鐵。喺漫天嘅風雪同百里嘅仇恨之中，一個叫鐵木真嘅男人正喺度悄然長大。為咗收回燕雲，引嚟咗金人嘅殘暴，又逼出咗橫掃摩亞大陸嘅蒙古鐵騎，一環扣住一環，一個行捷徑嘅念頭，就咁樣沙沙撥動咗歷史嘅死稿，將石黐上埋嘅生靈拖入咗一個更加黑暗、更加漫長嘅深淵。百年孤寂，滿目瘡痍，中原人喺呢片土地上流嘅血已經太多太多啦。
嗰扇空蕩蕩嘅大門。喺今日蒙古人嘅馬蹄下被踩踏到連門檻都冇成，足足400年啊！難道老天爺佢真係要令呢片土地上嘅苦難永遠都熬唔到頭咩？400年真係一個令人聽到都心入面發毛嘅數字。你諗下，人呢一世可以活幾長？70-80歲頂天啊，400年啦，足夠田入面嘅莊稼過咗100基耙，足夠連面嘅墳頭徑追遊戲起咗又棚。靠渣元朝末期滇緬16州呢塊曾經嘅中原大門，已經喺異族嘅馬蹄下被來來回回咁搓圓扁咗4個世紀。遼人嚟咗，咁人嚟咗，蒙古人又嚟咗，呢片土地上活着嘅老百姓，佢哋阿爺嘅阿爺嘅阿爺嘅阿爺，或者仲曾經着住漢人嘅衫，講住中原嘅口音，對着南邊嘅宋朝抹過眼淚。可係到咗佢哋呢一代，頭髮早就剃咗，衫都早就換咗，甚至連自己究竟係邊度人都快記唔清啦。時間有時候比得劍更殘忍，佢可以將血海深仇磨成麻木，可以將故國不堪回首嘅名譽磨成一碗淨係可以填飽肚嘅糙米粥。活下去好似牲口咁樣喺呢個亂世入面活下去，成咗4等男人同低層百姓心入面一剩低嘅念頭。老天爺似乎覺得呢個世道仲未夠苦，話學脫題啦，瘟疫橫行啦，元朝嘅官員們仲揮住皮鞭，逼住餓到皮包骨嘅百姓去修河道。就喺呢個暗無天日，所有人都以為大宋嘅香火早就斷絕咗嘅時候，一個最唔可能翻身嘅人從死人堆入面爬咗出嚟。佢唔係咩名門之後，亦唔係咩手握重兵嘅將軍，佢叫朱重八，一個安徽鳳陽嘅泥水佬，一個爹啱餓死喺眼前，連副薄棺材都買唔起嘅孤人，一個為咗揾啖飯食不得不去廟入面剃咗頭，攞住個破碗周圍乞食嘅遊方和尚。佢話呢個命運係咪喺度開玩笑？大宋朝咁多飽讀詩書嘅宰相，咁多咁衣肉食嘅皇帝，都冇辦法將嗰扇被拆掉嘅大門揾翻嚟。最後老天爺卻將呢個收復山河嘅千斤重擔集喺咗一個社會最底層嘅乞兒身上。或者正因為佢跌入過最新嘅泥沼，食過常人吞唔落嘅苦，佢先至最明白老百姓貪圖嘅到底係咩。佢唔使懂嗰啲深奧嘅治國大道理，佢淨係知人應該好似狗咁被人恰。屋企嘅大門就應該嚴嚴實實咁閂上。公元1368年，呢個曾經嘅乞食和尚已經喺南京登基稱帝，國號大明。佢派出咗個最得力嘅兄弟徐帝同常遇春，帶住20萬北伐大軍，浩浩蕩蕩咁向住幽州，向住嗰座大元朝嘅都城進發。喺出征之前，朱元璋叫人寫低咗一篇後來令無數後人熱淚盈眶嘅檄文《與中原檄》。呢度面冇咁多文縐縐嘅廢話，只有擲地有聲嘅8個大字：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呢8個字快今日讀出嚟，你可能只覺得係一句口號，可若係喺嗰個被奴役咗400年嘅歲月入面，當呢篇檄文隨住大軍嘅推進貼滿北方嘅大街小巷嗰陣，你知唔知佢係點樣一重石破天驚嘅震撼？呢邊度係一篇軍事文書啊？呢分明係一場跨越咗4個世紀嘅招魂。野性怒吼，醒咗嗰啲以為自己早就唔記得祖宗嘅燕雲遺民。呢一聲怒吼係喺度回應400年前嗰個喺冷風中被逼成咗異鄉人嘅邊境老龍，係喺度回應高粱河畔嗰啲到死都冇等來援軍嘅無名白骨，亦係喺度回應冰天雪地入面嗰個絕望回眸嘅汴京宮女。你哋受嘅委屈，有人記得；你哋整唔見嘅家門，有人嚟到啦。一路北伐，再都冇咗齊榮病死嘅遺憾，亦都冇咗趙光義坐牢車逃跑嘅倉皇。大明嘅鐵騎勢如破竹，山東收復，河南收復，潼關收復。孤立無援嘅元順帝喺嗰個漆黑嘅夜晚，帶住佢嘅後妃同殘兵敗將，倉皇咁逃出咗大都，逃翻出佢哋早咗背背荒漠嘅荒漠。公元1368年嘅8月，大明嘅旗幟終於插上咗大都城頭。嗰一日，長城內外嘅風似乎都停咗，城入面嘅百姓被喺門房後邊睇住呢支講住中原話、着住漢家衣裳嘅軍隊列陣行過，唔知有幾多白髮蒼蒼嘅老人㗎，突然間就攤咗喺地上，揞住塊面嚎啕大哭起嚟。佢眼淚入面有400年嘅委屈，有400年嘅屈辱，而有大仇得報，終於落葉歸根嘅釋懷。歷經咗無數嘅屍骨填埋，
歷經咗無盡嘅悲歡離合，嗰扇鬧咗430年冷風嘅大門終於咔嗒一聲，俾一個食盡苦頭嘅底層漢子重重咁閂上咗。污染嘅盡頭，終究還是等待咗救贖。只要心入面嗰啖氣未散，再長災難嘅嘢，都仲有捱到天光嘅嗰一日。故事講到呢度，嗰扇合上嘅大門，終於將430年嘅金戈鐵馬、恩怨情仇，全部都擋喺咗歷史嘅另一頭。我哋今日嘅人，如果去北京旅遊，行下八帝陵或者武田玉長城，企喺嗰啲青磚砌成嘅烽火台上面埋眼等受下，耳邊吹過嘅依然係當年嗰一縷從塞外刮來嘅冷風。係風入面最都冇咗賤賣嘅嘶鳴，冇咗都劍商家嘅鏗鏘，更冇咗孤人寡婦嘅哭喊。眼前嘅燕山依然係群峰連綿，但喺夕陽嘅餘暉下，佢顯得咁安靜、咁慈祥。嗰啲曾經喺呢片土地上拼過命嘅帝王將相，嗰啲流過血、流過眼淚嘅無名之輩，佢哋執着咗一世嘅恩怨，全部都被歲月呢把無情嘅擦抹得乾乾淨淨。山河無恙，人間還咗唔知幾多回天地。起心啊，聽到呢度嘅你，或者正瞓喺床上，為咗日間嘅一啲瑣事翻來覆去瞓唔着，或者係今日同另一半頂咗幾句嘴，心入面覺得委屈，或者係牽掛住喺外地打拼，好耐冇通電話嘅仔女，又或者係睇住體檢報告上嘅幾個箭頭，嘆息住自己呢大半世人嘅操勞，到底貪圖啲乜？我哋呢一代人啊，心入面總係裝滿咗放唔低嘅責任，同數唔清嘅意難跑。我哋諗下，燕文16州呢塊唔識講話嘅土地，佢為咗揾翻自己嘅歸宿，喺風雨入面苦苦捱咗足足400年，400年嘅滄海桑田，無數個家族嘅覆滅同重生。比起咁樣浩瀚沉重嘅歷史，我哋普通人呢短短幾十年嘅人生，嗰少少合合半半，又算得上係咩呢？田齊榮咁英明神武嘅皇帝都要留低抱憾終身嘅嘆息，連大宋朝咁富甲天下嘅王朝都敵不過命運嘅翻雲覆雨。歷史早上最殘酷嘅方式，話咗俾我哋知一個最簡單嘅道理：呢個世上多嘅係求而不得，多嘅係身不由己。既然連皇后、爵相都冇法將命運嘅每一個結構得嚴絲合縫，我哋老百姓又何必非要去同生活入面嘅嗰啲殘缺較勁呢？細路大個咗，好似雀仔咁飛遠啊！嗰係佢哋有自己嘅天際要去闖，我哋呢啲做長輩嘅喺屋企留一盞燈就好，唔必強求佢哋日日守喺身邊。嗰啲曾經走散嘅朋友，嗰啲錯過嘅機會，嗰啲受過嘅委屈，就好似係嗰段失落喺長城外嘅400年歲月。既然已經發生，既然無法改變，咁就乾脆洗脫啲，放手由得佢隨風散啦。人生呢班列車行到我哋呢個歲數，該睇嘅風景都睇過，該食嘅苦頭也都試過啦。停低日子唔係用埋糾結過去嘅，而係用埋寬待自己嘅。可以食餐熱飯，可以瞓個媽，搵個屋企人平平安安，呢個就已經係老天爺賜俾我哋普通人最好嘅恩賜啦。所以今晚夜聽完呢段沉甸甸嘅歷史，我希望你能夠長長咁呼出一口心入面嘅鬱氣，將手機放低，將對眼合埋，將嗰啲煩心事全部都擋喺你自家嗰扇放到門外邊。就城外嘅風吹散咗400年嘅腥風血雨，都一定可以吹散你心頭嘅嗰啲陰霾粉。安安穩穩咁瞓一覺，聽朝早太陽升起嘅時候，呢個天下依然係太平嘅天下，我哋嘅日子仲要意氣騰騰咁過落去。我係啦，喺你入睡之前，佢仲想留個少少嘅懸念俾你。嗰位乞食出身嘅朱元璋，好不容易將屋企嘅大門修好，可佢個仔，嗰位著名嘅永樂大帝朱棣，佢做咗一件令所有人都嚇到甩覺嘅事。佢竟然將安穩富庶嘅南京城抌低，直接帶住一家大細，將皇宮搬到咗啱啱收復冇耐、前面住北風同蒙古鐵騎嘅幽州城。也就是由嗰陣時起，幽州變成咗我哋今日熟悉嘅北京。呢位皇帝點解非要放住好日子唔過，自己跑去前線做個保安大隊長呢？呢種天接受國門嘅孤勇，到底係雄才大啦，定係攞大明朝嘅國運嚟賭博？呢個故事我哋留翻聽晚夜深再慢慢講俾你聽。早唞，發個好夢。